这2天在草原上雪太大了，路都背死了，干活太费事了。哎呀，这回行了，应该能出来了。行了，吃着吧。这牛粪是个好东西，朋友们，晒干了就少火用。朋友们，这都是我一点一点攒出来的牛粪呐。行了。哎呀，儿子，天这么冷，你在这儿干啥呢？爸爸，我想堆个雪人儿。不行，儿子，天太冷，先回去，一会儿爸爸给你堆个大的。行，爸爸。走，哎。做啥好吃的，媳妇儿？给你做个草原大饭包。饭包啊，没吃过吧？没。那你等着吧。行了，出锅。给儿子做个大点的雪人。再给雪人做个脑袋。牛肉酱里给它放点土豆泥，再放点葱花香菜，再把米饭放进去给它拌一拌。脑袋给它磨得圆圆的，好看。行了，差不多了。哎，行，哎吧，我这个雪人做的有点胖了，再给它装饰一下吧，就好看了。爸爸，你出妈妈的围巾，妈妈不会生气吧？生啥气呀？这等于拿雪给它干洗了。哦。再给它喷个眼睛，给它插上鼻子。哎，对，儿子就朝那，好看吗，儿子？太好看了，爸爸。走吧，咱们先去吃饭去。走。哎，弄完了，快洗手吃饭。这就是饭包，媳妇儿。嗯，就是。先尝一个。爸爸，先给我一个。来，你先来。这吃，第一次吃，这是米饭、肉、菜都有的啊。就是，很好吃。你刚才拿我围巾干啥去了？给你拿雪干洗去了。你就领着孩子祸害人呢。真好吃，再来一个。